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耶和华所救赎的，就讲这话，就是伊对敌手中所救赎的。请咱即时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63首，请咱起立来吟。这时，上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赐阮遮尔好的天气，一生的主日，互阮众兄弟姊妹，我们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我也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愿所有一切拢是你所想事。你的恩典实在极大，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阿罗入你的院。我要感谢你，要阿罗你的性命。圣神上帝。由你即时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除去阮心内一切烦恼，互阮搁一遍有清气的心，用谦卑恭敬的心来敬拜阿罗，也要来领受对主你来的教示。因为阮知见若谦卑接纳你的，你就要成做阮性命的主宰。还佫随望阮有遮尔大的福气，受竞选成做你的囝儿。还佫阮着承认，阮还佫是一个无完全的人。阮时常活伫罪恶的中间，受着世间侪侪俗事的诱惑。阮骄傲，阮无听人，阮无照主的教示来行。求主借着你圣神的扶持甲帮赞，借着阮每一天的灵修、祈祷，阮不断的反省甲认罪，互阮每一天拢有新的灵伫阮的内面。
因为阮知，阮若认阮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的确要赦免阮的罪，也要洗清阮一切的不义。这是阮要为阮少年教会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少年教会伫百多年来接受主理遮尔丰盛的恩典，阮也伫每一个世代有承受无共款的责任，也完成侪侪事工。但是阮相信，主理差派主理牧师来到阮的中间，绝对是有主理大的旨意。求主理帮助阮，也圣神来感动阮正信徒，阮的长职，阮的牧师，会当往阮教会的目标来跑走，就是从双年教会成做一个灵修、祈祷的教会。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全教会的兄弟姊妹有同心、有同款的心，也伫无同款的事工的顶面，阮来服侍。但较重要是，阮都爱遵传主上帝的旨意，阮爱超找主你爱阮所做，互双年教会真正会当成做上帝你所祝福合一的教会。这个礼拜六就是11月24，要举行台湾9合1的选举，甲最公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阮看见最近台湾最的乱象，阮有时咧问家己，这是甘阮认捌的台湾？这敢是阮所认捌的都市？敢知这是上帝你搁一遍要唤起阮台湾人，阮就要珍惜这个土地。求主你做阮有够个智慧甲正确的选择，会当真正选出行公义、心存怜悯，真正会当为台湾人做代志、拍拼、有奉献、牺牲精神的人，也为了固守台湾这个民主的圣地，阮所选出真正合主你旨意的县市长以及所有的民意代表。这是一摆对阮台湾人最大的考验，因为几十年来，阮为了民主奋斗，阮无仰望这个为这侪民主所牺牲的阮的前辈，互阮的民主搁行倒退。阮相信主，你的确要照即摆的选举，互阮台湾人搁一摆认捌，就爱真正珍惜台湾即块民主、即块属主你所祝福人民的土地。阮最后要为了阮兄弟中间，阮有时阮的身体会病痛，有时阮的心灵会忧伤，有时阮会拄着侪恶担当的代志。求主你，互阮无放弃，使阮无论拄着啥物境况，阮拢有够个信心甲气力，互阮有存仰望的心，因为阮相信即款的信心甲力量，的确会当赢过一切试炼。因为阮也的确相信，你是阮患难中唯一的帮助甲倚靠。阮的祈祷无够个。求主你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3节来祈祷。
这时请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面32啊，启应文17。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徛去伫你的厝的，迄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溃烂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待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这时，请咱起立，过来念圣诗29首，至高的主，阮爱感谢，请咱起立来念。这时，咱要请咱圣歌队，因要赞美，因要所唱的诗歌是保守信心的人。
遮尔水的诗歌带领来，咱来敬拜。这时，咱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撒母耳上卷26章第7节到12节。伫现代中文译本351页，台语汉语本322页。撒母耳26章第7节。迄暗，大卫甲亚比书进入扫罗的营，发现扫罗困伫营的中，伊的枪插伫头边仔土地。暗年年甲兵围着伊困。亚比书对大卫讲：今阴暗，上帝要甲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中。即马，互我用伊家己的枪插伊。插一个，毋免插第二个，就会当甲伊插伫地呢。大卫讲：你毋通伤害伊，治罪伤害上帝所选立的王，上帝一定处罚伊。大卫阁讲：我知着永我上帝救抓，我知上帝家己会杀扫罗，伫应该死的时死去，或者死伫战场。上帝不准我伤害伊所设立的王，咱摕伊的枪甲水盘离开。对安尼，大卫对扫罗头的边仔摕走伊的枪甲水盘，然后带亚比书离开。无人看见，也无人知发生什么代志，连一个醒起来的人也无，因拢困去。因为上帝互因困同眠，愿咱照上帝教示咱的话来行。现在起，咱的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17，勇敢接受试探，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看勇敢系列的第2讲，勇敢面对试探，还是讲勇敢面对试验？咱顶回已经有看过大卫伫少年的时阵，伊安怎靠着对上帝的信心，打败这个歌利亚的故事。咱今日要看另外一段记事，伫咱人生中间，如果突然间拄到一项对家己有利益的机会，这时阵咱毋通欢喜了上紧，因为这可能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人生的考试，真重要的一个试探甲试验。咱需要伫这个时刻爱分辨，讲这到底有符合真理，还是讲咱做这件代志了，上帝敢会当得到荣耀，咱敢会当互上帝欢喜，而且咱要用勇敢的心去克服咱家己的软弱，去面对这款的选择。咱今日要学习这款的功课。伫分享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安静落来。特别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智慧，互阮真实的通明白你的话，也透过你加添阮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将阮所领受的话实行出来，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真侪人得到祝福。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不时伫讲道中间会提起着祝福甲咒诅的观念。伫咱生命中间发生的每一件代志，拢有可能成做咱的祝福甲咒诅。有一个关键是在伫咱对这件代志的态度，咱安怎做决定？有时拄着相款的代志，因为咱做无共款的决定，产生的结果就无共款。譬如讲，咱生命中间如果发生一件困难的代志，如果这个困难的代志打击咱的信心，互咱对上帝失去信心，离开上帝，安尼这件代志就成做咱生命的咒诅。但是，如果咱若拄着这个困难的代志，
咱因为咱知影家己的软弱，所以咱需要更较亲近上帝，更较倚靠上帝。安尼，即个困难的代志，就成做咱生命的祝福。所以咱做无共款的决定，就产生无共款的结果。相反，如果咱生命中间发生一件好的代志，但是如果这件代志互咱离开上帝，这件代志就变做一个咒诅。如果这件代志互咱更较亲近上帝，安尼就是真正是咱生命中间的祝福。所以咒诅甲祝福伫一线中间，全部决定伫咱做的决定。所以咱爱真细腻来做生命中间的每一个选择。今仔经文记载大卫甲扫罗中间的一段记述，对咱来看，这是大卫一个真好的机会，会当除掉咧撇下伊的对敌。但是大卫详细去想，因为伊知这是一个试验，是一个试炼，是伊生命中间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因为咱看见着大卫甲亚比书去到这个扫罗的营内，上帝互因困当面，连亚比书拢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刻扫罗用尽办法要迫害大卫，甚至要夺出大卫的性命，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除掉扫罗这个人，甚至大卫命当因为安尼来取代扫罗来做王。但是大卫无安尼做，因为大卫有一个原则，伊无要伤害上帝所设立的王。咱看伫即个记载，咱会当来思考，真正勇敢在伫两个真重要的基础。咱对大卫的生命来学习。第一个基础是在伫敬畏上帝。真正勇敢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在伫敬畏上帝。咱看见着这段经文中间，亚比书对大卫讲。因为亚比书认为讲这是上帝安排一个好的机会，讲上帝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中，甚至亚比书讲毋免你动手，我来替你动手吼。但是你容允我将伊插伫边仔这武器这个枪吼，会当马上解决扫罗的性命。伊讲吼，这真简单啊，我毋免插两遍哦，我只要插一遍，就当解决这个你的对敌的性命。但是大卫安怎讲？大卫对亚比书讲。毋通害死伊。有啥物人伸手害耶和华会受抹油的？无做呢。大卫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而且伊有能力除掉迫害伊的扫罗，但是伊拒绝安尼做，因为安怎？伊敬畏上帝，伊尊重上帝所设立、所抹油的领袖。虽然伊知影扫罗毋是一个真好的领袖，但是伊尊重伊。是上帝所透过先知撒母耳来抹油所设立的领袖，所以大卫敬重伊的职分，无轻易抵挡除掉这个职分，所以伊敬畏上帝的缘故，伊无安尼做。所以咱会当理解大卫的勇气是建立伫敬畏上帝的基础顶面，这是咱来学习的。咱来理解勇气如果若无建立伫敬畏上帝的下面。这种勇气真有可能变成做血气的勇气，血气之勇，这非常会有可能会当去伤害别人，甚至伤害家己。咱看见着社会中间有真侪这歹徒，因作恶多端，做真侪歹事，咱袂当讲因无勇气哦。迄有诶代志，咱真正连咱都毋敢去做。但是因为因所做诶这事，毋是建立伫敬畏上帝的基础，所以伤害别人，伤害家己。所以咱的勇气爱建立伫敬畏上帝的基础下面。这种勇气会真有力量，会产生一种能力。因为咱勇气的基础如果建立伫敬畏上帝的顶面，咱会当产生一种拒绝不义的能力。咱看见着大卫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伊决定无要用家己的手段来对付扫罗。咱看见着经文安尼讲，伊讲：我指着永远我的耶和华咒诅，
伊可用扫罗可能会被耶和华击打，就是伊的死期到，就是伊出去战争阵亡。但是我伫耶和华的面前，我毋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我者。大卫知影扫罗已经离开上帝的心意，伊嘛知影扫罗未来结局，但是伊选择互上帝来做这件代志，毋是伊家己做出这件代志，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大卫无要安尼做？可能有两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时阵大卫嘛知影讲，伊家己的判断可能会错误，有可能伊可能知影扫罗咧迫害伊，扫罗怨恨伊，伊可能嘛判断讲，扫罗已经离开上帝的心意，但是伊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伊毋敢下手。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伊的判断正确，但是上帝的时间还未到，所以伊袂当代替上帝来做这件代志，因为代表敬畏上帝。所以这互咱两项真重要的提醒，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第一项，就是咱毋通用不义的手段来对付歹款待咱的人。有时别人得罪咱，咱就想讲我爱反击回去，我爱报复回去。其实咱理解即种无法度解决问题。真正勇敢是拒绝用不义的手段去对付别人。检采这个人是咱眼中的歹人。有一寡人看起着真济社会中间无公义的事，伊想要以暴制暴啦。我嘛用暴力的方式来对付这使用暴力的人。但是你要理解，你安尼做，你着陷入不义的中间。理解伊有啥物款的无共款。所以咱来理解。耶稣的教训中间，对咱讲，伊讲毋通欺负恁的人报复，有人拍你的正面，也爱用倒面来互伊拍。这是对咱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毋通用不义的手段去对付糟蹋咱的人、得罪咱的人。咱应该爱用公义的手段来对付伊，这才是真正勇敢，真正勇敢。第二项。咱嘛毋通用不义的手段来图谋家己的利益。咱知即世间有真济游戏，有时阵咱的试探就是这游戏中间。只有代表伊做这件代志，可能马上会当互家己得到利益，伊消除伊的心腹大患，而且伊可能会当取代扫罗做王，但总是伊无要安尼做。咱嘛爱去反省，特别是最近。咱看起着咱咧选举咱拜六特别投票有真侪候选人，也是讲真侪团体，竟然会利用真侪假新闻、假资料，想要安尼得到选票。咱基督徒爱有上帝互咱的智慧，来做正确的判断，毋通互这用不义的手段图谋家己的利益的人得胜。所以咱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做真实的判断来做最后的决定，这是咱来去学习的。咱毋通真做安尼的人，嘛毋通互即款的人会当得到家己的利益，这是咱会当学习的两件代志。所以，咱看起来勇敢的第一个基础是敬畏上帝，伊会产生一种能力，就是拒绝不义。安尼第二项代志，就是咱来会当学习的，就是勇敢的第二个基础是在伫怜悯人。勇敢这第二个基础提升勇敢的赞处甲能力。这基础就是听，也是讲怜悯。大卫无因为扫罗迫害伊，伊就用怨恨的态度来报复，反倒当用好的行为来对待伊。这需要有真大的勇气。这个勇气的基础是在伫伊的听，伊的怜悯。大卫过去捌服侍过扫罗，而且带扫罗的查某囝做伊的某，所以扫罗的个性、伊的软弱、伊的缺点，大卫拢明白。大卫知影伊是虽然咧做王，但是依然有真侪软弱的所在，所以大卫怜悯伊的不幸。这款怜悯的心，互伊做出上界勇敢的代志，就是带来赦免。咱知影听会当带来真大的勇气甲力量。这种力量所产生的，就是
咱会当赦免得罪咱的人。当然，咱来理解，伫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大卫选择了赦，了赦是上界勇敢的作为。甚至伊这毋是第一遍哦，毋是第一遍赦免扫罗。咱若看头前的经文，24章的这个记载，大卫第一遍都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伊无安尼做，伊好款杀扫罗。迄个时阵，扫罗加上有小可震动扫罗的心，扫罗有小可后悔。虽然无偌久了，扫罗阁袂记住，阁继续迫害大卫，但是大卫犹原选择赦免到底。也因为大卫有即款的选择，伊永远被以色列人所纪念。这也是咱来学习，伊学习大卫对歹款待伊、得罪伊的人的了赦。当然，牧师知影，要开始了赦，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咱是甲咱的罪性咧抵挡。生活中间有真侪人得罪咱嘛，咱有时阵会将迄个怨恨放伫咱的心肝，但是你理解，你将这怨恨放伫咱的心肝，就是永远咧糟蹋咱家己嘛。咱拢知影，咱毋是所谓的完全人，要赦免别人真正真困难，毋是真简单的代志。所以咱来理解，靠咱家己的力量要去原谅一个得罪咱的人，可能有真困难。所以咱一定要靠上帝予咱的能力，只有靠主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疼医治咱才有可能去了解别人。所以牧师要提供几个圣经的原则来鼓励大家。如果有人糟蹋咱、得罪咱会当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赦免因。第一项咱来思考就是讲，其实咱无法度去赦免别人，是因为咱毋知影上帝一直咧赦免咱。圣经中间耶稣基督讲一个譬如，讲有一个主人伊知影伊一个萝卜欠伊1000万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所以伊将这萝卜掠来，要将伊关伫监牢中间。这个萝卜嘛知影家己无法度背这个遮尔大的一个负债，所以就求这主人怜悯伊、赦免伊。主人这时阵起了迄个怜悯的心看伊遐尼可怜，就赦免伊，投放伊。结果伊出去外面马上拄着一个欠伊10两的，欠伊10两的，看到伊了，拢捡这个人的衫，拢要拖伊入去入家。主人知影这件代志，真生气，就去将这萝卜掠倒来，将伊下伫监牢内底。耶稣讲这譬如是甲咱讲讲咱要赦免别人，咱之所以袂当赦免别人，因为咱毋知影讲上帝有赦免咱真济。咱欠上帝那亲像1000万两，上帝无甲咱计较，甲咱赦免，咱毋通阁去计较别人欠咱迄个10两的人。所以牧师顶礼拜有互大家一个提醒，牧师叫大家爱准备一本灵修的手册、祈祷的手册，对无？我毋知你有安尼做无？若无即礼拜阁有一个机会，请恁回去准备一下这本祈祷的手册就是爱写你的祈祷。咱伫祈祷中间的确有真济认罪祈祷，对无？咱知影咱伫生活中间去得罪别人，去得罪上帝，咱来写伫遐。咱了后，咱有体验到上帝真正赦免咱的罪过，因为咱已经认罪，已经悔改，咱就将这记录起来。当咱咧不断咧看，你开始发觉讲原来咱生活中间得罪上帝真济啊！伫无意中间佫去得罪真济人，上帝拢赦免咱遮的，咱也应该爱去赦免别人。所以咱来先去体验上帝对咱的宽赦的恩典，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来理解，如果一个人受伤害，咱还未被医治进前，咱就要求咱本身爱去面对伤害咱的人，佫去了解伊，通常是真困难。所以咱爱先求上帝来医治咱，互咱这受伤的空喙会当得到复原。当这空喙渐渐复原了，咱才有可能去面对这个伤害咱的人，去赦免伊。所以咱爱对上帝做一个祈祷，求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医治咱的心。咱对伊讲，主啊，我
我互人歹款待，伊得罪我真艰苦，求你来先来医治我的心中的伤痕，互我有能力去赦免伊。所以咱求上帝医治咱受伤害的即个空喙。第三步，咱来做的就是讲，咱即个时阵心中还阁有七块怨恨，咱来求上帝将伊的仁爱、将伊的喜乐、将伊的平安，收束伫咱的原本的被即个怨恨所占领的心灵。咱知听有真大意志复原的困难，所以咱求上帝将即个听充满咱的心，当听充满了，即怨恨就被赶走。所以咱一步对第一步开始，到第二步到第三步，接续咱就当思考讲，咱要安怎用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行动去主动带来和解。伫咱对耶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到虽然扫罗一直迫害大卫，但是大卫毋简单心内了解伊，伊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伊主动表达即个好意，而且好意带互伊对敌大卫有对敌扫罗有极大的启示。扫罗明白大卫的每一件代志拢赢过伊，特别是伊对别人的疼心甲宽赦。所以主动和解的方式，有真济。但是第一步，牧师甲大家介绍一个真好的方法，这嘛是主要所基督甲咱讲的，就是咱先替对方祈祷。主要所讲，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敌，爱为迄个迫害恁的祈祷。如果你若开始会当替对方祈祷的时阵，你就慢慢有迄个能力，会当去赦免，会当去和解。所以咱会当一步一步安尼做，因为咱理解咱若无赦免别人咱心中受伤害是咱本身啦。所以咱开始即个赦免的行动。有一出电影叫做《库马》，大家毋知敢捌看过这出电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编的电影，但是电影已经将这个真实的情形做真大的改变伊这个电影的剧本的原型的故事是安尼：住伫宜兰有一个姊妹，伊原本有一个真美满的家庭但是因为伊的先生得到一个病身体真软弱，所以伊爱负起这个全部家庭的经济来源这负担真重所以但是伊依然真认真咧养饲伊的囡仔伊查某囝出嫁了，伊剩一个独生囝甲伊做伙斗阵无偌久了，伊的先生就因为破重病来离开因所以两个母仔囝安尼相依为命这个囡仔知影家庭的需要所以伊17岁就离开学校去工作有一天伫圣诞暝伊来到台北找伊的朋友伫遐咧烘肉路边咧烘肉，结果无想到因的朋友甲隔壁的一群青少年发生冲突煞双方煞冤家甚至发生相拍的这情形其中对方有一个15岁的少年煞举一支刀拢将这个囡仔煞来杀死这囡仔是过身的时阵才17岁这个妈妈接到伊的囝被杀的这个消息差不多规个人用要崩溃去伊讲伊咧回想迄段时间是真艰苦啦心中充满怨恨佫对家己的囡仔的迄个笑脸有时半暝安尼神经质，听到外面介绍有人咧拍门，去开门想讲家己的囝转来，去开门发觉拢无人实在是真艰苦甚至伊少年伊的囝到啥物程度，伊去坐迄个百货公司的时阵，看到有迄个囡仔迄个咧展示囡仔的衫的迄个模特儿伊拢拜托百货公司的小姐将一个其中几个卖伊伊来买转来了拢替伊穿即个伊的囝的衫暗时摸咧哭实在是非常伤伊的囡仔非常伤心伊甚至心中有一个想法讲若咧出庭的时阵我一定要报仇我背包要藏一个刀，佫一罐农药
那我有机会吼，我就要当场一刀吼，把这个凶手来毒死吼，啊，我去啉农药自杀。啊，所以心肝迄个充满真大的怨愤。但是后来，有教会的兄弟姊妹知影这个代志，就去关心伊，啊，更生团契嘛，去定期去伊的厝里探访伊，陪伊读圣经，陪伊祈祷，用上帝话来安慰伊。啊，这个代志当然一开始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原谅啦吼。但是这个代志一直经历差不多3冬咧，吼。这过程中间，心中受真大的苦痛，但是在咧陪伊的兄弟姊妹吼，就鼓励伊讲，你就开始吼为着对方祈祷，鼓励伊吼会当写批吼去甲这个囡仔沟通吼，替伊囝的凶手沟通吼，因为咧处理这个整个悲伤的过程中间吼。伊才去了解讲其实这囡仔的家庭嘛是，甲伊的家庭嘛真亲像啦，吼。这囡仔，这凶手的爸爸吼，本来咧开计程车，因为发生车祸，手断去煞无法度开车，厝内家庭嘛是拢因妈妈咧料理，吼。即摆囡仔叫掠去关，家庭嘛陷入真大的困难，吼。所以伊看到对方这立场吼情形吼。伊较知影讲这对方呐真心需要关心。有一天，伊心内突然间有一个声音来讲：如果我家己囡仔去杀人，我嘛毋望对方会当原谅我。所以就对安尼吼，更生团契的人就介绍，就鼓励伊爱写批甲这囡仔联络。后来有一个拄前一站过身的这孙月吼先生。就陪伊做伙去探访这个杀伊囝儿的凶手。当伊去探访的时阵，这对方来跪咧来回息咧，然后对伊提出一个要求，讲：杨妈妈，我可袂当带你揽的。听到这个要求吼，头起感觉真戆硬，毋知要安怎处理吼。后来伊就看到这囡仔真有诚意吼，伊就来点头。就两个人拢流目屎，安尼互相揽做伙的时阵。伊讲，迄个时刻吼，伊较感觉讲伊的囝转来。后来伊咧回想这段的过程中间，伊讲吼，要原谅对方吼，需要真大的勇气，需要真大的决心。但是只有原谅对方，咱才能放过家己，我才会当过正常的生活。无我永远拢是受迄个困局咧影响。所以原谅别人，就是了解家己。现在兄弟姊妹。伊后来将这个凶手当作家己的囝，后来这个囡仔伫家学内底，学习这个烘焙做胖的这个能力，即马出学了，开始咧从事这款的工作，当然故事中间的这个妈妈，即妈妈受主恩调已经离开世间，但是伊所留落来这款的这个见证，互咱感受到讲，真正。对上帝领受的疼，会当带互别人甲家己真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2项真重要的功课。第一项就是敬畏上帝，伊会当带来拒绝不义的能力；第二项就是怜悯人，会当带来疗愈的快乐。这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当心中充满对你遐来的勇气，去面对这世间一切事。互阮会当伫每一件事顶面做正确的选择，会当敬畏你，会当怜悯人。透过安尼，阮会当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请咱起立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
条咱批判心来奉献，也阁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咱毋免奉献。也要代表咱教会来欢迎第一遍来遮聚会的兄弟姊妹，请恁将恁的留名卡交阮收奉的职事，互阮来甲恁介绍。这是咱来奉献。起立，咱三个来感谢。至圣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你赐予阮每一个人拢有教育恩典。阮相时也无共款的恩赐，阮愿意做主你的路用。这是阮奉献淡薄的金钱，求主你接纳，阮会当做事工的路用。安尼恳求，拢从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咱来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咱本会杨新照牧师，你今仔日带西罗亚诗班到乌山头举办退休会，愿主祝福保守因一切会当平安。感恩节音乐发表会在1月25日下晡12:30，伫咱本堂10楼，咱有做对咱教会诗班团体表演，请咱
弟来参加。敬老旅游11月27到28，要到清境农场日月潭、九族那村，请咱要参加，咱的长辈咱来注意这事项。具体关怀，咱恭喜本会蔡贵洲、施依林因夫妇伫11月22，因有喜获麟儿，愿上帝眷顾因全家甲一个新的囝儿。恭喜咱本会李阳义弟兄，就是咱李旺晶弟兄的囝，甲黄香婷姊妹，要伫12月初1下晡2点20楼举行礼拜，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咱的圣诞福音茶会11月初8下晡1点半到3点45，地点伫咱礼拜2甲国教室。请咱注意来看这个内容，也邀请侪人来参加甲报名。咱来看第5页部分，英语牧区因伫11月25日下午要出发到台北桥头，要送食面互遐街友。愿上帝祝福这款较有意义的事工。咱祈祷的消息。以及装备委员会消息，咱请咱家己看待。装备委员会第2项的报告就是就是有一个课程，就是你不可不知的一堂课吼。这个是咧12月初5、12、19、26，拢有4堂课。吼，咱老建良长老去上课，请咱有参加的人，咱注意来看这消息。咱来看第6页。儿童主日学的感恩联合礼拜，11月25，就是下主日伫9楼的联谊厅，请咱的家长跟咱来一同，咱弟来参加。搁一个儿童主日学扎根营，是咧明年的1月21、22，请咱来备办心，因要到伫咱的福利园区里遐来举办。教社委员会消息。咱11月22，咱盲朋友查经班要有梁维珍牧师要带领前往北埔要参加耶和华礼拜。11月23，就是拜5上午西罗诗班要到马街病院1楼做诗歌的分享。有关咱的事业体部分，幼儿园、福利园区，甲社会福利主权基金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咱来关心咱团契聚会的消息，特别是教界的消息的第2项，有职业规划甲心理有比，这是特别为了咱青少年安排一个讲座，请咱家长来鼓励咱侪的青少年，咱来参加这个活动。咱最近咱教会青少年的聚会人数增加真紧。请咱会友也关心咱家己厝里的青少年，欢迎因做阵来参加这青少年的所有活动。咱也为了咱青少年的牧区，咱来带导。咱来看第8页的部分，上尾一个就是基督教长老教会创新宣教研讨会，这是总会研究甲发展中心所举办的，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到伫旧灵教会，咱来参加。报告以上，咱下面要请咱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有2项补充报告，第1项就是本会会友黄玉文姊妹、郭博伟，郭博伟的太太，伊的老爸。王荣煌弟兄伫11月初7安息，要定伫11月20，就是本礼拜2下午2点伫基隆市的殡仪馆，要举行公祭，请咱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搁一个具体的关怀，就是本会会友高瑞荣弟兄，妈妈就是高周彩环姐妹，于11月18日安息主怀。
请咱兄弟关心甲来倒愿上帝安慰为主。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这兄弟姊妹，这有一位林世雄先生，林世祥先生。好，伫头前哈，欢迎。伫遮上较热情的朋友哈，大学同学哈。另外有宋党基甲黄丽香夫妇。好，家好，欢迎哈。好，欢迎，好，请坐。毋知敢有其他的兄弟姊妹有来到咱中间无介绍到的？好，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吼。求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上能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阮中间有欢喜的事，有人有得到新生儿，这是你上好因送互因的礼物。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这个家庭，互因会当用听甲信仰扶持因的囡仔长大。阮中间嘛有人失去亲人，心内忧伤，伊若是拄着恶担当的事，感觉艰苦，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看顾，也互阮即个听的大家庭会当彼此分享、彼此带导，互阮会当甲喜乐的人同喜乐，甲忧伤的人同忧伤。阮特别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阮伫领受你的话了，会当真实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起立来吟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了后，咱请牧师带咱做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差遣。